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阮伫一礼拜中间享受你所赏赐的平安。主，当阮用欢喜得调的心，搁一遍来到圣殿中间，服侍敬拜你。阮恳求主，你甲阮三甲之地。保守看顾阮，虽然外面天气寒冷，但是阮心中充满火热的心。求主帮助阮，透过今日的礼拜，搁一遍甲你有圣洁的交通，有亲密的交陪，互阮搁较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是阮的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即时会当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专注伫甲你交陪的中间。阮特别也就用今早起服侍正当工，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无论是献诗、抒琴、抒会、传讲信息，或者是帮助阮甲主同齐的一些会员，求主透过在服侍当中，互阮伫礼拜中间会当真实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互阮的教会让真正成做一个高举耶稣基督的教会。求主也帮助阮去追求你的心意，互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拢会当照安尼去行。来荣光你的圣名，立喺伫万民。恳求主也帮助阮，伫教会中间所设立的这些机构，拢会当透过机构的运作推动事工，互更较侪人来得到利益。是阮的主啊，阮也特别将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来向你祈求。求主亲自赏赐恩典，保守看顾台湾这块土地有公义、有和平、有仁爱，也充满你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互台湾的众百姓生活伫富裕中间，阁无受到物质所捆绑，互阮会当得到心灵的清气。有追求真神的心，特别恳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所有的教会拢会当执行主所交代阮的使命，伫无共款的葡萄园做光做盐，来引带人来救困，会当救人性命的耶稣。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即个土地。让充满和平。我也特别将明年要举办台湾的总统以及国会议员的选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掌管、喜乐、稳定伫阮即个国度。是阮的主，阮也看见着伫世界无共款的所在，犹原充满着真侪战争。三争无和平，恳求主你亲自伫这过程中间介入掌管，赏赐真实的和平，互阮这个世界，也互阮会当反省阮人类的罪，来挖靠真神。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来啊，咱来唱歌俄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要对伊唱歌，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神明的大君王。这是请咱大家起立来吟诗俄乐上帝，圣诗第348首。我踮伫主的疼痛。圣餐主日，请咱这时徛伫继续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人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个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我的爸爸上帝，我们感谢你，伫2000几年前，将你的独生圣子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我来真理甲活命，互人类通过救主耶稣基督来认捌真理，来得到活命。通过这个奇妙的救赎，互阮甲上帝同心结合，相思阮官兵，
被称作上帝的囝儿。阮通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通领受怜悯甲恩典，做阮随时的帮衬。创造天的万美，唯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你伫创造的大生就设立救赎人类的永远的计划。伫上帝创造的大生，地是混沌，深渊顶面黑暗。上帝的神运行伫这个中间。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万美是借着你来起造的，一切受造的，无一项毋是通过你来创造。伫基督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就是人类的光。光照入黑暗，光就较赢黑暗。凡那接待这个真理的，就是信救主耶稣的名的人，你就要享受阮这款的权柄来做上帝你的囝儿。主你道成肉体，住伫阮的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主阮伫受救赎的路径，看见你的阳光，这是爸独生圣囝的阳光。对你丰富的恩典内面，阮拢领受个恩上加恩。非常的，阮伫受造五脏六腑，拢是你创造的。阮要伫母亲的腹内，你就已经庇荫阮。阮要感谢你，因为阮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阮伫地深的所在，甲你建立关系。伫你所定定的日子，阮就成做你的选民。今仔日是大抗节的第一日，阮感谢你保护人类新的愿望。希望世上有纷争，好亲像恶势力已经较赢这个世界。人类活头无爱接纳真理，阮安怎努力，亲像规日空空，总是阮永远袂落志，阮永远袂放弃愿望。阮深信上帝有你的时间表，甲你的律例，时若到，真理就要兑现，你就要带予世界永远的和平，甲丰丰富富的稳定。伫这个圣诞节，感恩的季节，阮要用鹅乐来入你的门，用感谢入你的院。我要感谢鹅乐你的名，主啊，阮欢迎你过来掌权。保护世界人类永远的平安甲福分。主啊，感谢你保守台湾平安，经过3年偌久的疫情，求主你啊保守台湾较赢恶势力的威胁。求主你保守台湾，亲像你保守以色列人搬过死实的官兵，来通过红海进入老年甲密的迦南地。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同心来祈祷。阮的天父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子今仔日落阮，赦免阮的过负，顺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传入去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甲人因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这时做来启用启文第21篇，就是诗篇第100篇。全地中要发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耶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
并感谢日月门，要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主爱到永远。这是要请圣乐队带咱来赞美，因要吟的诗是请来圣洁玫瑰。
做伙来看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7节。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7节。要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伊是慈悲的爸，赐逐项安慰的上帝。伫咱一切患难中，伊安慰咱，互相会当用上帝赐咱的安慰去安慰遐个拄着逐款患难的人，因为基督是为着咱受真侪苦难。咱嘛通过基督受遐尼侪的安慰。咱若拄着患难，是要互恁得到安慰甲拯救；阮若拄得到安慰，嘛是要互恁得到安慰。有气力通忍受，甲阮所忍受同款的苦难。阮对恁的愿望袂摇动，因为阮知恁甲阮同受苦，恁嘛会甲阮同受安慰。以上因早起的信息是本堂蔡牧师伊要传讲的，今仔日的信息是教会是心灵的病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对这礼拜开始，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对新约圣经中间保罗对伫教会看法，来分享一系列的讲道。咱做伙透过这系列的讲道来思考，咱的教会应该是一间什么款的教会？今日我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咱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心灵的病医。拄则听圣乐队所吟的诗歌，牧师非常感动吼。本来想要叫因等下搁吟一遍吼。咱即个时阵要静静来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会当透过伫礼拜中间，无论是诗歌。伊就是你的话来得到激励，得到安慰。主，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安静阮的心，互阮对你的信息中间去明白你的心意，会照安尼去行。互阮领受祝福，也互你得到荣耀。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我一边咧看报纸的时阵，看到一个标题。伊咧报讲，咱台湾上水的10间教会，上水的10间教会。我就看，看到底10间教会是上水的吼？伊是应该是网络顶面投票吼，结果因选出10间教会吼。但是这进前吼，牧师想要甲大家分享讲吼，伫疫情了后，牧师对双年教会的这个意向吼。就是咱经过3年半的疫情，其实咱的教会有真侪遮的运作吼，拢还未恢复正常化。所以牧师希望讲利用一段时间特别透过这系列的教会的信息的分享，甲大家做伙来追求一个意向，就是讲，首先咱来恢复教会本质，就是咱的。所有的运作、所有的聚会，拢恢复正常化。第二就是讲，咱经过3年半疫情了后，大家对信仰会较冷淡，所以咱有一个真要紧，就是爱透过读经、透过祈祷，去恢复大家信仰热情。第三项就是，互大家拢会当贡献咱家己对上帝遐领受的恩赐，恢复大家对服侍的动力。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一个服侍来推事工的参与，所以牧师会设计一个表，互大家去听讲你伫什么时间你会当做什么款的服侍，咱大家拢做伙来参与，无论伫小组团契，还是讲
咱伫教会生活中间，每一项拢会当参与着服侍。这是我对少年教会的一个意向，咱做伙来追求。我拄则讲着，我伫报纸顶面有看到讲，选出10间上界水的教会，因就投票，叫选出有10间啦，这是即个屏东的即个万金圣母殿，大家应该要去参观过，搁有这是应该是在东的海边一间细间的教会，叫做伊湾教会，伊是看起来亲像人喺明信片内底迄外国的教会安尼，小小的一间教会，第3间教会我就作识啊，这是我捌做过这间教会的小会议长，这是台湾的台南的海边一间北门寺教会，伊个古早咧治疗乌骹病院的病院，叫白色教堂，那真水啊，这间是新起的一间叫做救恩之光的教会，搁有这是高雄的这个玫瑰圣母殿，这是加利利的方舟教堂，这间其实不是教会啦，这间是一个聚会所在，叫做应该是台中叫做圆满教堂，这大家拢知影，这是东海大学的圣路易斯教堂，这是真理大学的礼拜堂，最后一间这嘛不是教会啦，这是紫教堂，这是玻璃，用纸起的，紫教堂，所以我咧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原来这是一般人对伫教会甲教堂礼拜堂的误解啦。伊介绍这个上水的拢是礼拜堂的建筑真特别，但是其实伊毋是教会。教会是啥物？咱看到人咧介绍讲双年教会，双年教会是啥物？毋是双年大楼哦，咱这是双年大楼，礼拜堂伫遮，这是双年的礼拜堂。但是咧讲教会时阵是指啥物？是指咱即群人。是即个伫教会内底是教堂内底所组织的人，因为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保罗伫哥林多前书，伊一开始对教会请安伊逐教会这ekklesia这定义就是讲是一群人，一群被上帝呼召，大家愿意伫耶稣基督内底成圣，佮常常伫无共款的所在去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教会是指啥物？是指你甲我，是指咱即群被上帝所呼召耶稣基督的信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是各地无共款，咱拢组成一间教会，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教会是一群人，是一个团体。咱了解教会是啥物了，咱嘛爱了解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上帝要设立教会伫这个所在？教会伫这个所在要发挥什么款的影响力？你若无去思考这间教会就会渐渐孤单，甚至到死亡。大家毋通抓准教会袂死亡呢，袂关起来呢。咱顶回台湾新航医院的校长蔡牧师来甲咱分享，伊分享伊去加拿大马街的教会，就是咱的母会啦。马街的教会，过去是遐尼兴旺的教会，每一档拢会当找派真侪宣教师的一间教会。历当找起遐尼侪宣教师到世界各地去分享福音的教会。伊讲伊去聚会时，礼拜堂真大，但是大家伫地下室。20个人老人咧聚会，渐渐这要孤单。是咱的宝会啊！我咧听伊咧分享的时候，我心中突然间浮出一条歌，就是妈妈，请你来保重。但是咱毋通想讲，咱双年教会无可能变做安尼。咱若无去思考，咱教会存在伫即个社区，存在伫即个所在，
的目的的时阵，咱嘛会渐渐孤单去，咱嘛会渐渐社会化去。所以咱来面对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教会存在？对这社区有什么款的影响？前一站咱隔壁的这个 7-11， 你征收对无？哦，大家知影征收一个月，哦，我迄一个月就感觉足无方便的。过去要领钱啦，吼，也是讲要去买一个什么物件，也是讲要去交什么费用，哎，隔壁行几步路啊，就当到7去办。去关一个月，吼，征收内部，我着爱行较远的所在，虽然别位有哪有，但是爱行较远的所在，感觉无方便。哦，所以顶开幕的时阵，我就去讲，哦，恁安尼关一个月吼，我感觉恁个人足重要的吼，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啊，我另外咧思考一个问题，啊，咱教会若有一天若关门，哦，我们要征收啦，关一段时间啦。咱教会这个社区的人，敢会感觉讲，教会无伫遮做无方便的。过去拢会咱去遐听演讲，拢会咱去遐参加什么活动、什么课程，吼，也是讲来遮礼拜。啊，即摆突然间暂停啊，敢会带互人无方便？吼，其实迄阵咱疫情的时阵无暂停聚会对无？吼，迄阵隔壁7-11嘛有老讲因礼拜日的迄个营收减偌济钱。咱的消费能力有哪真悬啊？但是吼，咱教会存在敢是安尼尔。咱对这社区有实际的影响，大家敢会因为讲咱今仔这个教会突然间暂停，还是讲关门，大家感觉讲哇，真可惜，真可惜，影响真大。所以咱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捌听过台南市堂医院的第四章牧师，伊捌分享一个故事。伊讲伫即个温哥华吼，加拿大温哥华东区有一间教会吼，The First United States United Church 吼，这个故事吼，伊讲这间教会原本都是一间非常兴旺的教会，但是渐渐有那是。少年人无去，无个礼拜，拢剩老大人，渐渐就凋零落去，特别死亡啊！大家就参详讲教会也无几个人聚会，较需来关门好啊，所以教会就关门一段时间拢无聚会。又有一天，冬天的透早，迄个管理教会的人要去开教会门的时阵。发觉有一个流浪汉，一个家友，寒死伫教会头前。伊个手开始要去开迄个教会的门，拍袂开，教会就关门，无法度入去。这时阵，这管理员伊就去招这教会长老甲长执来，大家来想讲，教会头前发生这件代志。大家有啥物款的想法？大家伫遐去参详。伊讲大家教会做一个决定，讲重新把教会门拍开。伊讲就是即个决定，伫迄一天，即间教会对死人中国话，因将教会门拍开，放烧去，互暗时。遐流浪汉、遐家友无所在通住的人，会当暂时入来，有一个所在，互因安歇，互因休困。然后，遐教会长老、执事，较来分享圣经的故事，但鼓励讲：恁爱出去找工作，吼，恁爱靠恁的努力，养起家己，但鼓励，按照真正在皆有的真正安尼去做。这个教会的妇女，也是讲一寡义工，来开始煮食，互因会当暂时自己食饱，个人帮赞，互因会当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迄刚开始，这间教会对死人中国话，因为信徒开始做有意义的工作，因了解因存在伫迄个社区，有完有真重要的工作爱做。这间教会个话。
所以亲爱的姊妹，你若教会无实际知影咱存在伫即个所在的目的，教会就死亡。但是如果咱若存在伫遮有意义、有影响力，咱的教会就活开，就活泼起来。啊，所以即几冬教会嘛一直在考虑重建大楼的问题，因为咱即间大楼虽然即摆还阁真好用，但是已经50栋啊，可能未来20栋内需要更新重建。啊，伫思考即个教会重建的过程中间，我就一直问上帝一个问题吼。祈祷的中间，我就问上帝。第一个问题，我问上帝讲：上帝，你爱我起做什么款的教会？上帝甲我拍尻川，讲教会毋是你咧起做的，教会是我咧起做的，吼，是上帝咧起做咱的教会。啊，这点我真清楚了，我就顺服，讲安尼。上帝，你爱我起做什么款的？你爱阮起做什么款的教会？你爱起什么款的教会？我们起一间完美的教会来延光你的性命。台湾上界品质上界好的教会来延光你的性命。上帝有哪我拍尻川？伊讲无必要，嘛无可能。讲恁是一群无完全的人。包含徛踮伫讲台顶的牧师，嘛是无完全的人。无完全的人，要去起做一个完全的教会。所以上帝给我一个真重要的启示，就是讲，如果教会中间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明白，别人甲我相款是无完全的人，拢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甲扶持。如果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这款的明白，咱的教会就会被起做一个完全倚靠耶稣基督，会当成做一个耶稣基督所怜悯，是一个有梦梦的教会。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咱期待上帝帮助咱起做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是啥物会？互人伫遮找到生命的路。所以我恳求上帝起做一间教会。互入来这间教会的人，拢会当找到伊生命的道路。因为伫我牧会中间，我发现人有无同款的理由来找耶稣。有人是伫上界喜乐的时阵来找耶稣，但是更较侪人是伫上界伤心、上界惊吓、上界孤单、上界找无路的时阵来到教会。咱人生有真侪喜乐的时阵，但是有更较侪不如意的时刻。每一个人人生中间，拢是有无完美的经验，咱拢会拄到生老病死、困苦忧愁。咱生活中间有时会去互别人伤害，有时互家己伤害，有时嘛互迄个无法度有了意外伤害。所以认真去检视每一个生命，真正有人是伤痕累累的。当咱还未学习疗愈甲忍耐功课进程，这伤害不断地控制咱的生命。但是感谢上帝，互咱伫软弱的时阵，上帝互咱一个至宝贵的礼物，就是伊圣的教会。因为咱是一群无完全的罪人所组成的。大家了解咱无完全，咱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咱伫这个团体中间，咱开始去倚靠耶稣基督，而且对伊得到力量，找到生命的道路。也就是安尼，教会成做有意义的群体。所以在我看，上帝要起造的教会，伊是一个心灵的病院，是接纳所有心灵受捆绑的人。心灵受伤的人的病院，咱拢是软弱的罪人，而且生活伫无完全的世界中间，咱需要彼此扶持，互相鼓励，伫受伤中间来复原。咱最近拢咧读先知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有真侪
真侪即个在讲一寡处罚刑罚的信息，但是以赛亚书也内底也充满真侪毋茫的信息。咱看35章的第3节、第4节、第6节也安尼讲，伊讲：要互软弱的手坚强，互无力的骹头俯徛在。心肝惊吓的人，恁着对因讲：要坚强，毋免惊。摆骹的人会亲像鹿着跳，袂讲话的人会欢喜唱歌。这是上帝的百姓伫上帝救恩临到的时阵所享受的情形，也是教会的使命。上帝所要更新起造的教会，是互软弱会当变成最强壮的教会，是一个互相鼓励的教会。教会中间虽然有人拄着困难、痛苦，但是伫教会中间兄弟姊妹会当互相扶持。当人失望、艰苦的时阵，有人会对伊讲：坚强，毋免惊，上帝甲咱三甲二地。咱开始学习用扶持行动来代替指导言语，用鼓励来代替消极的话。这种改变会产生一种治疗的效果，互伤心的人得到安慰。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工作，也就是咱教会存在的使命。咱教会要成做一个心灵的病院，咱要了解，咱的院长是耶稣，因为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安尼嘛。咱看记得伫以赛亚书有言。弥赛亚讲你们一段话，安尼讲：至高上主的灵临到我，伊高抹我、竞选我，爱我对送向人传福音。伊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爱我宣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得到自由。伊差遣我宣告上主拯救伊百姓的恩年，上主处罚对敌的日子。伊差遣我去安慰悲伤的人。伊互伫色安悲伤的人，用花冠代替土粉，用喜乐代替忧伤，用娱乐代替哀歌。伊要亲像上主亲自栽种的树，伊要行公义。上主要因为家己的作为受娱乐。今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咱点到紫色的蜡烛。代表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愿望。咱伫这个节期中间，用敬虔的心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因为伊来到世间，就是要带予受苦的人来得到讨放。所以，咱要安怎互这受伤的人转向耶稣？第一步就是带伊到一个明白耶稣的团体，就是教会。伊通借着伫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来明白耶稣。虽然伫这圣诞的节期，咱会举办真侪无共款的圣诞庆祝活动，无论是见证会、聚餐，也是分享会。咱透过这个活动，逐人讲耶稣所带来的愿望，互教会成做受捆绑的人得到讨放的一个所在，成最伤心的人得到安慰的一个所在，互教会成最心灵的病院。因为教会会当发挥几种真重要的功能。第一项，咱伫教会中间是要传讲安慰鼓励信息的一个所在。咱互伤心的人来到这，互伊即款的环境顶面。通过上帝话来得到力量，咱来鼓励因来敬拜上帝。因为无论是牧师传讲的信息，也是伫小组中间小组员伫团契中间团契客友所分享的，就是来自上帝鼓励的话。亲像圣经中间讲，咱来感谢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伊是主爱的天父。
也是一切安慰的来源。在咱逐种的患难中间，伊安慰咱，像是透过圣经上帝话来安慰咱。所以咱来鼓励悲伤的人来敬拜上帝。当上帝话临到因的生命的时阵，首先因会感觉插心，感觉艰苦，因为上帝话充满了医治的快乐。咱知影良药苦口，会感觉艰苦，然后伊就让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透过安尼来接受安慰，得到鼓励，然后生命重新出发。虽然鼓励伊爱常常研读上帝的话，透过上帝的话，更较明白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或者是教会咱提供的第一种医治的功能。第二项，教会是充满疼心、福源力量的团体，一个真正奉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也是一间互心灵破病的人会当复原的所在。在这间教会中间，真侪人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安慰，来得到复原。有因为这个人听的分享，互每一个入来这间教会的人，拢会当得到安慰。所以圣经谈讲，伫咱逐种患难中间，伊安慰咱，互咱会当用伊所受所互咱的安慰去安慰所有着逐种患难的人。这就是种听的循环。咱拄着困难，上帝安慰咱。咱有这款的经验了，咱就将这款的听分享出去。甲咱拄着相反困难的人，也得到安慰。这是听的力量。昨咱伫教会有举办一场演讲，这是总会高社所举办的一个演讲。伊是邀请一个伫乌克兰伫遐做义工服侍一个咱台湾的青年所做的分享。其实是真可惜，来参加的人真少，因为伊的分享实在是，互我感觉真感动。这个青年人伊有真特殊的文术，伊会晓讲几啊国的语言，伊过去捌伫日本工作过，所以伊晓讲日语，伊会讲中文，过去乌克兰遐有一段时间，所以伊晓讲遐个话，所以伊晓讲5种语言，会当做真好的翻译，伫遐做义工。伊去联络迄个日本的教会，提供物资，互伊伫遐分发这物资，互遐个逃难的这难民。伊讲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其中有一个人，大概来摕物件咧摕这物资的时阵，拢会讲，我无信上帝哦，我无信上帝，但是物资照摕啦，第二遍来讲，我无信上帝哦，就来摕物资转去。逐遍来都来讲，我无信上帝啦，我无要信上帝啦。结果有一遍伊个来讲，我无信上帝咱这台湾的青年拢来讲我来讲我知影你无信上帝，但是这物资是我对日本一群信上帝的人。这群信上帝的人，毋是真好嘢的人因拢是欠长内度，将因知影讲，因为因过去捌发生过战争嘛，知影战争的艰苦嘛，知影恁即马伫战争中间拄着困难嘛，所以因知影伫迄战争中间真艰苦，若有人来帮衬，一定会感觉真温暖。所以因欠长内度，日本的教会拢无真大，拢真细。当提供的物资，尽量提供，互因会当到乌克兰这个所在，将这物资分互这个因为战争拄逃难的这个人。我讲，我知影你无信上帝，但是这是一群因为信上帝有听的人，因所奉献的物资，因甲你分享。我用来讲安尼啦，叫这个人后一遍来的时阵就毋敢讲我无信上帝啊。
其实，这个听的分享就是讲，咱若有经历迄个苦楚，咱知影耶稣基督会当帮助咱的时阵，咱将即款的经验甲别人分享，会当带互别人祝福。亲像伫教会中间，咱有人拄着真侪困难，有人破病，有人伤心，有人可能财务出了问题，咱若有相款的经验，过去人安怎帮助咱，上帝安怎帮助咱，咱甲因分享，这种听的交流，就造成一种正面的循环，带互人互愿的力量。这是咱教会应该爱做的。咱请悲伤的人进入教会，拄着困难的人进入教会，互伊伫这听中间得到互愿的快乐。最后，牧师要甲大家讲，教会是带人跟对耶稣，行往永远我的道路的团体。咱看到圣经中间安尼讲，伊讲拄啊亲像咱甲基督同受真侪苦难，咱也借着基督得到真侪安慰。咱是透过耶稣基督，才得到真侪安慰。如果教会生活只是简单，互人感受到人的疼，安尼一般的社团，咱讲福伦社，还是讲什么慈善社，拢有即款的功能。教会主要的目的，就是互人经历着耶稣的所在。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每一个拍开伊的心来接受耶稣的人，无论是撒该也好，彼得也好，雅各也好。约翰也好，巴底麦也好，这人因经历耶稣了，因的生命拢改变。教会是一个心灵的病院，是要互真侪人伫遮得到休困、恢复健康的所在。恢复健康了，因会更较勇壮，因也成做祝福别人的人。咱每项拢经历过遮的。互咱的教会真正做一个心灵的病院，按照上帝互咱的使命，真正，互教会存在伫这个所在，让产生大的影响力。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阮得到快乐。求主，互阮真正会当做帮助受伤的人、悲伤的人恢复健康、得到安慰的所在。求主你赏赐阮有即款的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今日来念神圣诗357首，主你真饼为阮来备，准备先来收圣餐。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也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共受主的圣餐。请大家来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若囡仔着无担当大，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伊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事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作下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所以咱大声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伊永远的祭司。主，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来圣白阮。也圣白者会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持续生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用双手来迎起这个饼，而且伫心中感谢主，伊拍破伊的身躯，为着救赎咱。
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当咱摕着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感谢上帝。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倒领受圣餐。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互阮的生命持续成长，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做来奉献回应上帝的听。咱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感谢咱感谢你，一年久享受的稳定甲平安。伫这个感恩的季节，阮应该算孝，上主你一年来中间所享受的一切，阮要不时用感谢甲乐乐献上芳芳的祭物。上帝享受的稳定，正最完全。愿主感恩阮所献，早日兑现新的天、新的地、新的世界。我们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来分享几项的报告。第一项，本主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咱有点到第一支的紫色的蜡烛，称作先知的蜡烛。先知以赛亚有言讲，主要所有降生要号名做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讲上帝甲咱伫咧，要为苦难的世代带来盼望。所以，这支蜡烛代表盼望，耶稣基督的降生，带予咱无限的光明甲盼望。互咱伫这个大空的节期，透过读经祈祷，随时甲主同行，思想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用咱的生命来为主发光，传主的福音。第二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关怀艾滋的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关怀爱滋社会福利基金会所有事工，提醒大家共同防治艾滋的使命及责任。第三点，建堂基金的奉献，因为拄则牧师有分享，咱的大楼已经到现在是50年久，未来20年应该爱改建，所以社会伫8月份有通过设立建堂基金，要做将来去做礼拜堂的需要。对于7月份、12月份开始，邀请会友来共同关心奉献甲代祷。咱这个手中是无这个奉献地，但是这个奉献地关于建堂的奉献地是放伫外面，所以你若要开始奉献，你会当摕这个地甲月献共款，后壁你会当写你的资料，将来咪当报税吼。希望小会目标是每一年会当对会友内底的奉献募集差不多1000万。1000万啊，20年才2亿尔。咱这个现地若中建，初估现在估计要30-40亿。如果若20年后去，可能更较悬。所以大家真正爱真关心这个代志吼。第四项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刘宝元兄弟伫10月28日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恭喜本会会友陈淑燕、跟刘雅抗日的陈龙仁跟李淑雅抗日后生哦，伫11月28日，得到一个查甫囝，愿上帝赏赐这个宝宝心身灵健壮，永生益人。第五项最重要的报告就是宣教师吴威廉牧师面谈100周年纪念研讨会吼。吴威廉是北部教会的创设者。是马介牧师的接棒者吼，是北部中会的组织者、民主合议制的开创者。宣教中心所伫台双连地区的主导者，也是双连教会第一任的社会议长吼，所以是20世纪北部长老教会第一个重要的领导者。吴威廉牧师伫1923年6月13日过身，今年拄好是100周年。纪念伊传承马街的宣教的结果，扩展北部教会，佮落实伫在地化。所以咱来举办这个研讨会，讨论吴威廉牧师对台湾教会佮社会影响。借着这款的研讨会来回应时代的需要，佮宣教的策略。这个主办是北部大会、7星中会教育部佮咱教会。伫这礼拜六9点到下晡4点，有一个研讨会，有4个讲师，陈颖珍教授、陈永文教授、陈秀文教授、李孝忠教授，免报名费，但是你爱报名，教会提供午餐吼，到本礼拜3以前10指吼，
大家会当扫这个周报面顶的 QR code 来报名吼。第二点，敬老的旅游是12月初5到初6，本礼拜2到拜3要举办敬老旅游，地点伫南投车亭分林草岭，请已经报名的，伫12月初5上午7点半爱来到教会，咱拢准时出发咯，准备早顿吼。请咱来宣告这个第9页。相联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消息，因为社福基金会为了配合财政部推动综合所得税扣除额单据电子化的作业，关怀环境的保护、节能减碳吼，所以今年112年开始有办理捐款资料纳入综合所得税扣除单据电子化的服务。所以你若有奉献伫社福基金会，你请你留这个身份证的资料，会将这个个人的资料来上传伫国税局吼，请大家来留心以上的报告吼。这是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这个新朋友。有对家己来的洪安杰先生兄弟。伫遮吼，伫遮，伫这个欢迎。第二位是曾婉婷姐妹，曾婉婷姐妹，你们伫倒位？别遐哈，别遐哈，欢迎。毋知咱中间敢有第一遍来甲咱礼拜无介绍到的？有无？好，来，请起立大家来拍谱等下请你留名好，欢迎请这贵宾等下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牧师要特别大家提醒咱伫最近拢有真侪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活动咱今仔日就有小区有举办葡萄树小区有举办一个福音的行动搁另外咱邀请咱的朋友无共款的小组团结来参与咱伫拜六有一个真重要的研讨会，就是拄则所长有报告这是关系王威廉牧师的纪念研讨会咱会分4个主题这4个主题拢真重要咱会分建筑、历史音乐敬拜以及最后一个是这个宣教这4项主题来讨论看咱的教会要来延续宣教师过去的宣教的精神咱做伙来参与毋过一定请大家一定爱报名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多谢。咱起立来吟上用的诗，圣诗511首，俄勒上帝至高至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三甲之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且坐灭道谢恩，共受差遣。